恩大專聯隊，我哋嘅成員有上年聯隊嘅代表演講廳、明愛、樹仁、港大、中大、浸大同理大。我哋今日嚟到呢度係想透過演出去表達出我哋今日對六四嘅諗法同感受。喺我哋演出之前，我哋先為當年六四嘅死難者默哀30秒。1989年，數以萬計嘅學生為咗中國嘅民主走上街頭，換嚟嘅係政權血腥嘅鎮壓。2014年，我哋同樣經歷咗一場好大嘅社會運動，我哋亦都係為咗香港嘅民主走上街頭，得到嘅係政府嘅暴力清場。26年過去，政權嘅打壓依然存在，我哋經歷過失望，但係我哋今日依然選擇企喺呢一度，係因為我哋相信堅持先會見到希望。六四事件經過咗26年啦，大家都失望過、背過、無力過，但係點解你哋今日仲肯停低去關心呢一件事啊？我叫梁婉文，第一次接觸六四
但係你哋諗下，當年6·4嘅事件，上年雨傘革命嘅發生，我哋又有邊一個諗過呢一件事真係會真真正正咁樣喺香港發生，喺中國發生？我叫梁子晴，6·4發生嘅時候我仲未出世。6·4唔單止係當年北京學生嘅事，更係屬於我哋香港人嘅事。6·4對於當年89年嘅北京學生係一場血腥嘅屠殺，但係對於今日嘅我哋，更加係一個提醒，更加係一個教訓。時間一點一滴過去，1年、10年、26年，去到今日，你仲記得幾多？人哋問起6·4，你會點樣答？當年爭取過、努力過、堅持過、後悔過嘅事，仲有幾多？你到今日仍然堅持去爭取、去努力、去後悔嘅呢？你有冇諗過？因為我要工作生存，要繼續湊女返學。因為我老細要我政治中立啊。總之我唔想再理啊。但係當年嘅畫面，你真係忘記到咩？就算我記得，咁又點啊？記得又點樣？講完又點樣？有冇諗過？如果有一日你連講都冇得再講嘅時候，會變成點樣咯？我叫梁志喬，我初次接觸6·4係我中學嘅時候，聽完之後我好怕，我唔單止係怕中國呢個殘暴嘅政府，亦都好怕，因為大家營營役役生活沖淡咗對6·4嘅記憶。我係梁展晴，1989年6月4號，我仲未出世。然而，我相信6·4事件同我哋嘅距離，同我哋嘅香港距離並唔遠，因為6·4事件嘅精髓就係講緊一個城市、一個國家嘅民主進程，佢嘅自由嘅精神。縱然6·4已經過咗26年，但係我相信
張樂希，我第一次接觸六四嘅時候係中學嗰陣時，我覺得呢件事嘅並唔係真係對佢好清楚。但當我而家清楚呢件事嘅時候，我知道佢係政府嘅黑暗，係政府強權嘅黑暗。而我哋要繼續進步，我哋要繼續生活嘅話，我哋就需要面對黑暗同埋承認黑暗。當年有150萬人為咗六四呢件事企出嚟，你係咪其中一個？今日我哋受住良知嘅呼喚，企咗喺呢一度，而你又願唔願意同我哋一齊傳承六四嘅精神，捍衛呢一個真相？唔想放低呢一段歷史，係因為呢段歷史令我哋首次意識到極權嘅可怕，或者民主唔係靈丹妙藥，但喺民主嘅制度之下，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均等嘅權利去塑造屬於我哋自己嘅社會同埋政府。我哋呢次嘅播音完結啦，多謝大家願意停落嚟，希望大家可以用自己嘅方